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6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创世纪35章第1节到第4节，使徒行传第5章17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敬拜上帝。人伫无共款的时期，敬拜上帝的方式拢无相同。牧师最上介意的一种方式，就是黑人灵歌。因伫迄个受苦的生活中间，用真深沉哀痛的声，对上帝唱出恳求，以及显露出因的愿望。就算是另外一种，拢总叫做古典的敬拜音乐，嘛有无共款。近代还阁有传统圣诗甲敬拜俄勒的论证。伫无圣殿进前，以色列人是伫迄个会幕中敬拜上帝。搁较古早以前是用石头来起坛来敬拜上帝。创世纪35章第1节到第4节，记载着雅各起坛的事。上帝甲雅各讲：“你着出发去伯特利，住伫遐，搁伫遐为着上帝起一座祭坛，就是你逃避你的兄哥以扫的时，对你显现迄位上帝。”雅各就甲加来的人以及所有军对伊的人讲：“恁着将恁中间外邦的神明除掉。嘛着洁净家己换衫，着出发来去伯特利。我要伫遐起一座坛献互上帝，就是我伫患难的时应允买一路甲我同在的迄位。大家就将因的献狗甲外邦的神明拢交互雅各。雅各将遐个埋伫示剑的上树骹。雅各讲，这就是为着要纪念上帝伫伊世界流浪的时，甲伊同在，帮赞伊的记号。因用安尼用石头来起坛来敬拜上帝。犹太教领袖压迫基督徒，认领使徒，甲伊关伫家内底。但是因为上帝的保守神热的作为，互使徒被天使来甲伊放出去。当大祭司以及因的共党的人去到伫监狱，准备要因去到伫长老会议去受审判的时，因已经无看见。当时就有人甲因通报，甲祭司讲，使徒拢去到伫圣殿咧教示人。用现代教会角度来看，因是伫圣殿内底咧讲道，互民众听。这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礼仪。使徒行传第5章17节到26节，大祭司以及甲伊共党就是撒都该派的人，对使徒满心怨妒，因下手掠使徒，甲因关落监。迄暝，主的天使拍开监门，甲因带出来，对因讲：“恁去，去伫圣殿，将这个死活命的信息全部对民众来宣讲。”使徒听伊的话，天要光的时，就去伫圣殿教示人。大祭司甲伊的共党的人到位，就召集所有以色列的长老开会。然后找人去监狱带使徒来，守卫到的时，发现使徒无伫监狱，就倒来报告讲：“阮发现监房锁条条，看守伫门口，阮一个开监门，内底拢无半个人。”圣殿的守卫官甲祭司长听到这个报告，毋知影代志会安怎演变，就真着急。
迄时有一个人入来，甲因讲，恁甲因掠去关伫监的遐个人，现在徛伫圣殿底甲是民众。迄个守卫官甲伊的部下就去甲使徒带来，因无用暴力，因为惊民众用石头甲因抌。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，应我，因为我困苦散者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信靠你，我的上帝啊，你的仆人我靠你，求你拯救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规日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互你的仆人心神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，对你祈祷。主啊，你良善欢喜赦免，你使丰盛的慈爱，互所有求叫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落听我恳求的声。我伫患难的日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主啊，这的生命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。因的所做嘛袂当甲你比，主啊，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伫你的面前膜拜，因为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你伟大做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恳求亲爱的主，教导阮学习着感谢，纪念上帝有恩典，互阮时时刻刻拢会当持守甲上帝的约。来敬拜上帝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